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去年国人10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是肺癌，死亡的人数这30年来增加将近6倍，其中佫以中部的发生率上悬。讲这个男性肺癌的发生率上悬啊，伫咧彰化。 若女性上悬的是伫咧台北市，彰化环保局讲，这个彰化县的肺癌率会遮尔啊悬，是因为彰化县的地理位置，这个秋天甲冬天空气透袂开，污染物排袂出去，空气的品质定定都白红灯。啊，长期吸迄种硫氧化物、重金属的气体，刺激到呼吸道，损害到黏膜，时间一个久，就引发到肺癌咯。 每年10月，彰化的天顶因为空气污染，拢咧茫茫空气真垃圾，地漂彰化大本，看起来安尼雾雾，神秘搁悲伤。其实哦，都安尼雾雾啊。空气品质越来越差。彰化人嘛有清气空气，因为依照统计，2019年全国10大死因头一名就是肺癌，死亡人数最近30年来增加将近6倍。2017年肺癌登记资料显示，中部当年都将近2000人确诊肺癌，主要集中伫彰化、台中，其中又搁以彰化男性治疗肺癌的发生率上介悬，女性上济是伫台北市。彰化县的位置啊，刚好在这个中央山脉啊，的这个如果吹东风的时候，刚好在被中央山脉阻隔，那在背风区了哈。那如果弱风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空气扩散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，那很容易造成污染物的一个累积。 专家推测，治疗肺癌的原因甲空气品质有真大关系，所以讲减少废气的排放甲污染，这是上要紧的代志。